人好奇怪㗎，真好奇怪㗎，真係好奇怪㗎。手機2000蚊，話買就買，食個快餐30幾蚊，望一望價錢，又話算啦。新機一出個心即刻一分期工都唔怕，總之要換，但行到去食嘢，望住嗰餐牌32蚊，心入面開始計，唔係好餓即返屋企食咯，講俾人聽，其實係講俾自己。人好奇怪㗎，真好奇怪㗎，真係好奇怪㗎。2000蚊手機，話買就買，30幾蚊一餐飯，企喺 counter 前站咗好耐。唔係冇錢，只係唔捨得。有啲嘢好快決定，有啲嘢就拖。為咗影相可以耗一次，但為咗嗰套就話遲啲先。城市就係咁，慢慢教壞人。有啲數永遠計錯。啲快能好似夠行越多。人好奇怪㗎，真係好奇怪㗎，真係好奇怪㗎。手機2000蚊，話買就買，食個快餐30幾蚊。最後都係算啦算啦。Yeah.